来这个7月半，中原普渡还阁有1个半月，但是猪肉已经起价了。毋那消费者无奈，都参卖猪肉摊商嘛害头。讲猪肉起价，人较歪买，因的生意原来真歹做。云林肉品市场解说讲，因为天气热，猪仔食老涩破病，营养无够，卖大只，供应量是减1、2成。所以每公斤的挂价才会飙破到90块，恐惊就要过中秋了后，这价销才会阁回转来。粿肉含生目镜格，落个又金啊又金，配白饭，佮加一点仔配菜，互人看甲嘴软插插丁。白骨煮甲落脆脆，切得了后，3、1点仔胡椒盐，就闻到香港港的香味。猪肉美食，互真侪人拢真介意。严格民众到传统市场拣猪肉，发现价销有起，都爱加付60块，淡薄无奈。要食嘛是爱买，唔变怎？每一个部位价销拢无同，都爱详细处理。严格猪肉挂价，每1公斤超过90块，成本是9元8少。是讲这猪肉原来嘛无好卖。买气差不多少个2、3成。哎呀，太闷了，大家也都不吃啊。猪肉价销起这样的，摊商歹卖，民众嘛买袂落。云林肉品市场强调，会有安尼情形，是因为天气伤热，猪肉破病，营养无够。今年4月，猪只的下痢情况很严重，育成率也不好，减少差不多1成至2成左右。猪只的数量无够，而且饲袂大只，所以价销才会起。肉品市场强调讲，因为hiệu热加上中原这个肉品需求量大，严格猪只无够供应，所以价销还阁会起。但过中秋节了后，价销就会回转来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